啟德新盤 Double Coast 係以悉尼海濱作為靈感，而我哋就受 Double 呢個嘅概念啟發，將300幾尺嘅空間 Double Up。今次單位位於啟德跑道區嘅 Double Coast， 單位面積324尺，一房一廳，會主兩母女居住，但得一間房，又點夠用呢？兩母女得一間房的確係冇乜私人空間，但係如果喺客廳加建一個閣樓嘅話，空間即時 Double Up， 多出嚟嘅尺數就有更加多發揮嘅空間啦。今次設計以現代簡約為主調，設計團隊喺客廳區域打造一個上下分層嘅生活空間。上層係女女嘅專屬休息區，設有迷你衣帽間同柔和壁燈，玻璃間隔設計，即使加建咗閣樓，採光都完全冇影響。下層就係客飯廳區域，電視牆同樓梯櫃一體化設計，唔單止收納功能強，再加埋圓弧形收邊，視覺上更柔和流暢。不過由一層變2層，成品做出嚟會唔會好矮，容易撞親頭呢？我哋經過同戶主多次商議後決定，原本單位嘅樓底高度為3.15米，由客廳去到上層嘅高度為1.7米，餘下嘅就係上層到天花嘅高度。空間規劃得宜之下，日常活動絕對足夠用。空間又分配好晒啦，收納又夠，設計又靚。咦？但係個冷氣裝咗上層，下層會唔會好焗呢？設計師當然有預先考慮冷氣循環嘅問題，所以喺設計閣樓嘅時候，特別避免閣樓貼晒窗口，刻意預留空隙，等冷氣可以自然通落樓下，保持整體溫度平均，空氣更流通。如果想 double up 你嘅空間 ，double up 埋你對生活嘅期待，記得嚟喜設計灣仔4層高嘅 showroom 揾我哋傾傾啦。